总统川普公布第3波关税名单，要甲加拿大扣35%，协商当中的国家可能要扣15%至20%。新北有民众甲狗仔绑伫乌托邦顶悬，人就做伊走，狗仔全热死，主人罚15000块。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蔡有欣。确定啊！立法院今日处理行政院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是通过国民党团的版本，无要补助台电1000亿，会来普发现金，一人领1万，也即卖预算金额是达到5450亿。此时此刻，台电同仁还在危险的工作，我愿意深深一鞠躬，拜托在野党团要支持这1000亿的台电预算，拜托大家。2摆90度行立鞠躬，一直讲拜托行政院长杜英台通告中华刊载，呼吁在野党团大党保留行政院版本的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中颁布台电1000亿预算，因为国民党团早期党团大会了后决议11必拼特别条例草案3套，并且提出搁再修正动议版本，其中无包括颁布台电。我们要求必须左荣泰院长到立法院来，针对台电拨补是否能够不涨电价，以及国家的能源政策是不是要做一个全面的检讨，之后才能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决定该如何使用。国民党规划4大方案，一个是无动行政院4100亿，加上普发现金1万块的2300亿；第二是加补助台电1000亿，先强调并且普发现金；第三是照原党团版本；第四是暂缓无处理特别条例草案；最后决定第2版，予预算金额达到5450亿。也若民众党团版本普发现金维持6000块，国民党、民众党无达成共识，各自支持家己的版本。在去年2024年，超增的金额高达了5283亿。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事实上在高关税的这个政策出来以前，我们就立主必须要还财于民。在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立委发言了后，开始表决。在国民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照国民党团版本通过。赞成者多数，第3条，照国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用发钱来救罢免，而且是用借钱来救罢免，这样子的侵害财政纪律，这样的破坏宪法的原则。行政院进前不表示，若特别条例预算另外增加2300亿，会对政府财政造成更加大的困难，而且可能需要借钱来运用。调查对普发现金无同意见，一定引发后续效应。记者综合报道。川普公布第3波关税名单，要甲加拿大扣35%。也即卖已经公布的国家当中，菲律宾方扣20%是目前上低的税率。川普佮讲也未公布的国家会甲扣15%至20%的关税，对8月初1开始实施。也台湾到底方扣偌济关税？唔知影，知影是讲咱政府继续甲美国桥，策略包括讲伫美国投资半导体金额是超过1000亿，会来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也咱台湾的国防预算会提悬到 GDP 的3%，也甲美国买武器这个量呢嘛会来增加。都有专家分析讲台湾是少数照步来谈判的国家，也这个谈判结果有可能会比预期的更较好。美国总统川普车闸扩大扣加拿大的关税，宣布为8月初1开始，会甲加拿大进口的商品扣35%的关税，比之前设定的25%也更较悬。而且经过加拿大总理卡尼若采取报复的行动，关税还佫会对等加起来。川普嘛讲，其他贸易协议也未讲好的国家会面临15%至20%的关税。最后的数字还佫伫研议当中，不过会有一个基本通用的关税。毋是每一个国家拢会收到关税通知书。了后，卡尼普文表示，目前甲美国的贸易谈判内底，加拿大政府会继续捍卫家己的劳工甲企业。加拿大伫主动北美芬坦尼原料药物危害方面有重要的进展，答应会继续甲美国合作，拯救2个性命，保护社区的居民。川普前一天才甲巴西商品进口的关税，一个手为10%增加到50%。巴西是美国贸易谈判内底少数外销比进口较济贸易顺差国。不过，川普不满金砖4国推动本国货币贸易结算脱离美金的政策，也有右派盟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受到司法的调查，提出关税报复，这会影响美国的物价，因为美国有1/3的咖啡甲一半的柳丁汁拢是为巴西来的，商品业者拢会受害。巴西总统卢拉表示，会尽量谈判，若拢无法度，会提出对等的手段，希望工商业界会当支持。
vou procurar novo mercado para os produtos brasileiros. 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观众朋友，咱继续来关心讲，受到假气压影响，南部甲金门这边呢是继续咧落雨。金门伫咧透早5点半雨呢，到2点钟有74毫米，一个所在呢来淹水。也高滨地区若落雨，甚至佫出现加烈风。龙卷风。翕到明显的气旋冲向天顶，连日大雨加上今摆天气，小琉球晚中到时出现水量广，未少民众拢有看到。气象署有资料来研判。在伊高滨地区，至少2个冷光风，一个是伫屏东的万丹，一个是对小琉球的海峡，光向高雄陆地。大型机械赶紧出动来清洁烂土，大雨甲大水，互这山区的水流差一路是冲来。屏东县高树乡新丰村大排一个水位都涨起来，村民看到厝门口的路，一条土水拢淹着，相关因到卡岛，附近的路拢无渡过，正伫时间工地也只好暂时停落。我们当时很害怕，想说糟糕了，要重蹈覆辙了，去年的情形又要开始了，所以就赶快搬家里面的东西，然后老人家就赶快往2楼里面送。要重做、重整、整修，像这样的话，他们工期又要延后。高雄6区经过连日大雨，真侪土石拢放落来，车在暗头啊又搁落大雨，当时有中国团体正伫中兴买庄伫演习。看到附近的溪仔水一直涨起来，警方出动协助，伫大雨中进行撤离。来，他们好马就车，当场要求该宗教团体立即停止演习活动，并联系警备车及消防队，立即将该宗教团体成员撤离至6会社福中心。金门地区在伊真侪所在落大雨，民众骑车想要撩水过，因讲拢无到过，要黄牛就掉伫水中。真侪台大型抽水机同时作业，加压台加上西南风24小时内，金门县、金茂镇、金沙镇、烈士乡加金城镇累积雨量拢超过180毫米。也来高滨地区也是一直落雨，高雄大寮、屏东九如累积雨量拢超过130毫米。金门地区清晨5点半的时候，时雨量有来到74毫米，那是在过去历史当中是第2名哦，雨势也是非常的大。气象署讲，入夜了后，本岛的雨势可望慢慢较弱，拜六各地恢复真侪好天侪云，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下礼拜开始，西高压远离，风场转吹西南风，中南部落雨机会一过增加。下礼拜4了后，菲律宾东方海面会有扰动发展，是不是影响也进一步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好，虽然讲伫落雨，天气无稳定，不过呢气温也是真悬，感觉也是真翕热。新北呢，所有人甲家己已经12岁狗仔绑伫咧乌多摆顶悬，人就做伊走。乌多摆呢也无水通啉，也无鱼通买，狗仔怎热死？动保处就讲话啊，讲哦，主人安尼生做是已经违反动保法加动法来5块。路邻几排乌多摆，会当看到一只狗仔徛伫咧机车的脚踏顶悬，喘无休困。现场日头真猛，嘛拢无热一个所在。无偌久，这只狗仔就昏去，若像脱水热衰竭。过路的民众通报动保处来救援，主人甲狗仔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倒来。动保处表示，主人讲伊是去隔壁的病院找亲人，时间无久，不过却是造成无多挽回的悲剧。饲主为让宠物避免伤害，造成动物死亡，依据动保法可处15000元至75000元罚款。动保处嘛要求主人都要接受3点钟动保讲习的课程。兽医表示，狗袂流汗，敢来当靠喘气，甲骹部互烧气透出去，若去抓到，较会造成热衰竭。对于这种阳光直接曝晒超过5分钟以上，其实对于狗狗来讲就是很大的生命的威胁。兽医建议讲，尽量伫咧透早或者是尾仔仔带狗仔出去散步。日头若真炎要出门，嘛要穿较济茶互啉。万不离狗若袂顶袂动，喙烂又无休困，可能都是热衰竭。爱紧甲狗仔抹大量的水，而且改做 CPR。那在扶乐的前方，我们用3只手指头或4只手指头，轻轻的压，轻轻的压，大概频率是1秒钟1次。新北动保处提醒，热衰竭高风险的族群，包括鼻仔较短的狗仔，亲像法国斗牛犬、白鸽，因的鼻孔较细。也阁有长毛的狗仔，亲像黄金腊犬，因就袂输穿大衣共款。另外，较济岁也是较大块的狗仔嘛，较会热衰竭，提醒主人千万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前一天才派700多只无人机去拍乌克兰，今日又搁再派400多只无人机写18粒飞弹去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专家就分析讲俄罗斯的战术正在改变哦，目的是要来压制乌克兰的士气。
拄则发动俄战争3年半以来上大规模的728台无人机攻击，罗西亚揣测共出动400台无人机，也个包括8粒弹道、6粒巡翼等18粒飞弹，集中火力攻击基辅。因为这几波攻击的强度比以前拢更加强，基辅有上千位民众规个火啊走入去地铁站避空袭。Все, що у вас є, це рюкзак, телефон, зимнє пальто і все. Ну, це все ваше життя зараз. Слава Богу, якщо в мене є ще батьки, і я можу кудись піти. А є люди, в кого нікого немає взагалі. І це... 随着被这波攻击造成基辅至少5个驻地区导火，真侪人无家可归。战争已经打3年半，乌克兰人也是展现正强的韧性。Пішла в холодний душ, випила 2 кави, посиділа, подумала, зрозуміла, що поки змінити нічого не вийде, і пішла на роботу. 除了加强火力攻击基辅，罗斯也有其他的动作。乌克兰经理部就发布一段监视器画面。有一个乌克兰安全局的高级官员，推测伫光天白日和枪手攻击死亡。CNN 分析，罗西亚这几个月正在改变伊的战术，开始集中针对一个城市，以多种武器、无共关度甲方向的导弹式攻击，密集的轰炸。像这几天的基辅甲西部的卢斯克，也共2个之间1000公里前线，罗西亚也针对乌克兰兵力较无够的地区进行攻击。自美国总统川普讲要提供乌克兰国家级武器了，两位无讲名的美国官员甲美联社讲，美国已经恢复部分的武器供应，包括155公里炮弹，甲互人叫做 GMLRS 的精准导引火箭。川普也甲媒体讲，美国将会透过北约甲武器运送去乌克兰，而且运送武器的费用由北约100%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战场也有加沙。加沙伫咧7月初10，至少有8个囡仔甲未足婚龄人去互以色列的炮弹崩着来死亡，上细汉的敢若2岁，也因为加沙的燃料无够，婴仔大保温箱就要几难个去做伙。熊熊来爆炸，甲本来要去医疗站外排队等领营养品的加沙居民崩死，造成至少16个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8个儿童甲真侪妇女，年纪上细汉的死者敢若2岁。佫较侪人受伤，遗体火一直流倒伫涂骹，现场听到真侪喊休甲吼声。差不多同一时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当地美国华府甲川普会谈，并表示，伫美国甲卡达岛敲切，若做哈马斯解除武装并放弃伫加沙的统治权，以色列就会同意美国提出的60天停火协议，而且启动永久停战的谈判。另外，对这场伤亡，以色列讲对无关系人造成伤害表示遗憾，并会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佮补充，关系即届的攻击当地调查。نقطة طبية راح تتحكم. لزورها والله ما كانت فيها حاجة. راح تتحكم نقطة طبية كلها أطفال. خبطوا عليها قذيفة اللي هو أخوها راح يجري يشوف. لا بقول كلهم بيته. طب ايش عملوا؟ ايش ذنبهم؟ ايش ذنبها؟ والله بس كانها تتحكم. والله نقطة طبية يا ربي. نقطة طبية آمنة يعني. ليش يقتلوهم؟ 另外，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病院实施燃料限量供应政策，致使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一直增加。当地病院表示，若做续来几点钟内拢无燃料补充，至少22个需要外靠保温箱维持性命的新生儿，因的性命会受到威胁。目前只好互3-4个新生儿甲早产儿客伫同一个保温箱内。حال انقطاع المولد الكهربائي وهذا طبعا بيحصل كل يوم تقريبا، يتم شلل كبير في إعطاء الخدمة وقد يؤدي إلى وفاة بعض الحالات بسبب انقطاع التيار الكهربائي، وهذا ناتج عن عطل في ال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ائية، ناتج عن شح في كمية السولار. طبعا احنا بنناشد انه يتم توفير كهربائية، يتم توفير سولار بكمية كافية حتى نتمكن من الاستمرارية في إعطاء الخدمة. 根据了解，为以哈战争发生以来，已经有超过5.7万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伫今年3月切断加沙的电力供应。联合国警告，这已经予加沙的燃料危机强要制作未掉。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巴林干半岛波斯尼亚大屠杀未满30天，
所种的民众办活动行700公里，加速当时住伫穆斯林为了要闪塞尔维亚军队来追杀，迄当时所行的路，即马搁再行一遍，就是无要甲即站不幸放袂记，因为即场大屠杀拢总夺走8000条人命，但搁有1000人也找无。一个100公里和平步行的游行队伍，车闸行到位于波斯尼亚东部小镇波托卡里。这个几千人所组成的队伍，用几天的时间，加当年大批穆斯林民众，为着闪避塞尔维亚军队的追杀，所行过路全部搁行一遍。唯一无同的是，这段路线是反向行倒来。这年度例行活动的参与者，有一寡是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有一寡是罹难者家属甲亲人。伊每一步行来，想到拢是真大悲痛。Tužno, žalosno, to je potresno jer izgubila sam puno svoje familije i moja je poruka da se nikad nikome i nigdje ne dogodi Srebrenica. 这场大屠杀有8000多人无害，所有全部是凊彩献到中华堡。军方为了消灭证据，伊个嘴巴用卡土机，也有杀土机这大型机械给挖出来，将尸体扫到其他所在去抬起来。尸体被严重来破坏，身份辨识是非常困难。30年了，即阵依然有1000人是下落不明。这阵鉴定的工作依然在进行中。Zaključno sa ovom godinom mi smo identifikovali u ovom projektu više od 6800 ljudi. Ima možda još nekih 50 osoba za koje izolovanje DNK profila, ali porodice ne žele još uvek zvanično da identifikuju i ne žele još uvek zvanično da ukopaju. Najveći razlog za to je nekompletnost skeletnih ostataka. 今年学府年查纪念中心的对调会会为7名新完成身份辨识的罹难者遗体，两中来举行安葬仪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台湾人真爱去日本佚佗，不过即马说讲订房间的平台阿哥达有真侪问题，是去互日本观光厅要求改善，是啥物问题？第一就是讲用阿哥达订房间，饭店根本无收到消息，就无来留房间；或者是讲好饭店有收到消息，不过像讲日期啦、住几暝啦，这资讯咯无毋对去。无就是讲，你已经伫阿哥达订房间，平台呢刷几若工无消无息，饭店怎啊无法度来确认订单？嘛有阿哥达订房间的这个绩效呢，比饭店订的贵愈济起哩。那无就是讲阿哥达要求旅客要订房间 ，OK， 毋过袂当来促销。好，就有专家提醒旅客上好是伫接去旅宿业者的网站来订房间。准讲要用中间管道来订，像讲这个订房网站，就要选有信用的，也房间订好势，爱搁去甲饭店来确认资讯，安尼旅客权益才愈有保障。来讲美国东北迄边明尼苏达州因为伊的所在呢较遥远，一座修道院教堂建筑风格真有现代主义，煞无人来知影，一直到电影拍出来，得到奥斯卡才引起注意。也出名的建筑师贝聿铭就捌讲这座修道院教堂若是伫咧纽约来打造，毋是伫咧明尼苏达州，就会是20世纪上界伟大的建筑之一。伫明尼苏达州的北部这马罗西，看到这个楼梯形的公古里现代建筑物徛在遐，这是天主教本笃会圣约翰修道院。真正因为所在较偏僻，无啥有人知，即个一寡建筑师会来遮。不过最近因为电影操控派建筑师会介绍一个匈牙利的犹太建筑师布罗伊尔的作品，才突然间庆红起来，真侪热门的景点。有着现代主义风格圣约翰修道院教堂，有大型的楼梯形立面，公古里雕刻的12字卡，有一个军普式的钟楼，跟以前教堂甲修道院一定有正高的历史风格正无同。方形形的正面窗仔门有轻几落百的闪闪细细的六角形彩绘玻璃，教堂内反光时阵透出来光影正水。As you look around, you will see this is like no other church, certainly in the Midwest in the 1960s. Marcel Breuer moved the baptismal font from a small alcove on the side of the church into the center of the church. 1950年代，美国战后经济开始复苏，天主教会也开始推展现代化改革。为了要起修道院甲边仔大厦，迄当阵44岁修道院院长德沃沙克发邀请函予几多位真有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名是经捌伫咧德国包豪斯学校读书的匈牙利的建筑师布罗伊尔。Prior to
the work here at St. John's, most of the sacred spaces being built in this country were utilizing historical forms of the past,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Gothic cathedrals, from Renaissance churches with their domes, from classical colonnades on buildings. It was very much a historical revival that shifted completely in the years after World War II. 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就捌伫咧哈佛大学做布罗伊尔的学生，伊伫文章内面捌写讲，那圣约翰修道院教堂是伫咧纽约，毋是伫咧明尼苏达州，那呢伊将会是20世纪上伟大建筑之一。不过，修道院院长甲布罗伊尔的关系，也不因为这块玻璃窗要甲互色人做闹甲无啥欢喜。不过尾啊，双方也是和解完成作品。也和尾啊的少年修道士欧罗讲，是藏伫咧明尼苏达北部森林内面的宝珠。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观众朋友，你敢有想过一脚脚蠓会当拄一档高级主体，甚至阁唔呐？就是法国的高级精品爱马仕的铂金包。爱马仕铂金包第一卡是伫咧1984年生产，也即卡昨哦伫咧法国巴黎以欧元700万，欧元700万大约是新台币2.4亿来拍卖出去。讲对啊，讲落去确定成交，现场大家拍破啊！法国精品爱马仕的铂金包，第一款圆形包，伫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场以700万欧元换算代票2亿4千万的价销拍卖出去，拍破原本51万外欧元台币1500万的纪录，将在史上上悬价。This bag is like my son, so you know when your son goes to the university, you say congrats, you will be the best. So now I can tell you, you will be the best. It will be perfect for your second life. 这个黑色配料的铂金包起标价销是100万欧元，不过画价画正紧，随画到上悬价。铂金包是爱马仕伫咧1984年所设的包型，伊长期带伫咧法国的英国歌手珍铂金号名，是珍铂金亲自用过第一个圆形的铂金包，所以才会这么珍贵。伊伫1994年把这个铂金包捐予法国艾滋病慈善机构，2000年予巴黎收藏家凯撒琳买去。珍铂金伫咧2023年过身。I thought it would be $1 million, and the fact that it went for $8 USD is shocking. I'm still in shock. I think it's the craftsmanship. I think it's the design. I think it's an icon of our time. It's definitely.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Birkin, and it tells how the Birkin was born. 拍卖才10分钟就结束，总共有9位人出价，上表是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买到。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武钦，下礼拜一同这时间，咱再会。